哟，哎，怎么了？帮我个忙吧，行啊，什么忙啊？做我男朋友。啊？做你男朋友？不行，这不是就演个戏嘛，帮我演个戏有什么难的？演戏还得？我哪会演戏呀？这门怎么帮你？哎，是不是兄弟啊？是。那你以后找我帮忙，我不帮你。那别呀，我想想行吗？想想。就演个戏而已嘛。怎么演呀？不如我们先演练一下。哎，来。爱宝，爸，你过来，干嘛呀？我有事要问你。那天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天你对他做脏错，什么意思啊？有吗？我不记得这件事了。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爸，你说什么啊？人家男朋友还在这呢。别骗我！真没骗你啊。哎，爸，你干嘛？你小子过来，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对他好点，否则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叔叔您放心，我肯定一定对他好。我走了。这人谁呀？我爸。你爸？这也太年轻了吧！我们俩真的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